不过，艾玛本月10日晒出自己的存折，反控在成吉思汗工作期间，培训第1个月的薪水只有1.9万，结训后最高也只领到4.9万，双方隔空互杠，各说各话。艾玛17日也在脸书粉丝专页 PO 出一张合照，并写下看到大鲸鱼碾压无辜小虾米，那些依然帮助小虾米的人，小虾米永生难忘。文末还标注恶魔坏老板的店。对此，馆长在中表示自己近年来身体不好，很担心有一天就走了。他表示自己太忙，睡眠不好，且一下那个弄我，一个这个弄我，并提到艾玛 PO 出的照片，其中一人是经营健身产品的恶魔坏老板丹尼尔。他坦言从24岁就认识丹尼尔，现在40岁了，16年的兄弟情谊却比不过一个小妹妹。我徒弟之前还打电话问过，你说你不会支持艾玛？但原来是你在后面支持他，你也是老板也有钱吗？原来就是你吗？不想做兄弟想做敌人，可以，你明讲吗？